就请坐这边。我坐哪？这边吗？OK，好，这边， OK。这边。我晕了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有点好像小英的。我晕船了。我怀疑仙草茶里面有酒精。我没有加啊。你有不开心吗？你有不开心吗？看到你。对，就是对，啊，It's okay。之前没有这样。对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们等你看看。他们发出了是好吃还是？我觉得不对。我觉得不行。不行。注意一下，叫服务员过来，叫服务员过来，要说一下。叫服务员过来，叫服务员过来，叫服务员过来。我觉得有点怪，怪怪的。对，我觉得这道菜有点看一下，我觉得这道菜很怪，为什么？你吃吃看。怪的太好吃了吧？试试看。